各位 Stepwagon 車主，如果你哋仲喺度揀緊一款跟足原廠規格、靜音舒服又安全耐用嘅車胎，咁呢條咧東風 DU01就真係好值得你哋嚟睇真啲噶。佢就用咗便捷距降噪花紋設計，可以有效降低行車嘅噪音。咁無論你係喺市區揸開啦，定係高速長途，車廂入面都靜好多，屋企人坐得都舒服啲噶。咁4條加寬嘅縱向排水坑咧，仲有 A 級嘅濕地阻地力，落雨過水淡過積水路面都更加穩陣，唔會震、唔會飄、唔會搶軚，安全感爆燈啊！咁針對7人車嘅車身重量特性咧，呢條胎佢就用咗高耐磨橡膠配方，耐磨指數係高達380噶，行李數就更加襟玩，又冇咁易折胎，揸耐啲都慳錢又舒心。205、60 R16992V 咧就係你哋部車嘅原廠標準規格，負重同速度級別咧都完全跟翻足，換咗之後轉向穩定，支撐力夠，直上就得啦，完全唔使改任何嘢。國產大牌質素，價錢仲抵過合資品牌好多，單條胎計埋都係618蚊咋。如果你準備入手呢條車胎，快啲撳下面條 link 下載途虎養車 app 入嚟睇下啦。